啊色的钢筋暗土拢落落来，这表嘛四界拢全必顺。这是伫台北市林的福林家园，1994年4月2日被鉴定做海沙厝，是全台第一个所在被现更的海沙厝建筑，连附近的住户拢感觉真不安。因为这种房子哈，这住起来有时候不睡到半夜的时候啊，蛮害怕的这样。后来台湾几个所在爆发一连串海沙厝案件，引发社会对居住安全的关注。2002年4月2日，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首创越洋团结盛会案例，人伫台北的体委会主委林德福手举盛会，透过电脑 ADSL 加感测器，将火把传入金门县长李志峰。团结盛会过程就用短短几秒，这嘛是全中运盛会首次登上金门。